扎西德勒，大家好。这一集我们来学一记发心祈愿文。我们先来看一段达赖喇嘛尊者的口传。常住三者仁波切，马杰巴南解决起，解巴娘巴没巴样，空的空都飘了手。第一句，讲出 sem cho 仁波切，讲出是菩提 ，sem 是心，讲出 sem 就是菩提心 ，cho 是尊胜殊胜的意思，仁波切是大宝，讲出 sem cho 仁波切。第二句，马戒巴南戒gyur ji。马是否定词，戒巴是生的过去式，所以马戒巴否定已经升起，意思就是还未升起、尚未升起的意思。nam 是猪，所以呢代表多数。戒是生的未来式，将要生。gyur 是变化、转化成为的意思，那它跟后面那个记一起 gyur ji 就是愿变成前面所讲的那样。马戒巴南戒 gyur ji。第三句，戒巴娘巴没巴样。戒巴刚才讲过的是生的过去式，表示已经升起。娘巴是衰退、退转。没巴是无、没有，代表否定。娘巴没巴就是没有衰退，没有退转。样是亦还有。戒巴娘巴没巴样。第四句，公内公度配瓦秀，公是上面，内是由，从，公一样是上面，度呢是一个格位词，公内公度就是由上面再往上，配瓦是增长增上，所以公内公度配瓦就是越来越向上增长的意思。然是一个格位词，秀是来，那这边呢当祈愿，公内公度配瓦秀。好，我们跟着达赖喇嘛尊者的口传再来复习一次。常住三者仁波切，马杰巴南解决起，解巴娘巴没巴样，空的空都飘了手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。扎西德勒。